野本風聲係中國著名高端品牌，以西藏高端蜂蜜起家，極致嘅品質受到蜂蜜愛好者嘅追捧。每年6、7、8月都會喺西藏野外蜂場紮營，而每次都要等10日以上，3個月嘅花期只採蜂蜜4至6次。6月野花蜂蜜至少含28種珍貴藥材，功效有鎮痛、抑菌方面嘅作用，有養胃助眠嘅功能。主要嘅蜜源係有狼牙刺、藏柳莖、藏黃連、稀有花種。而家可昌號有優惠益大家，原價299蚊一支500g 嘅6月野花蜂蜜，特價而家係199，希望大家過嚟參觀選購啦，多謝。